服侍主嘅人。喺公司有老闆，喺學校有校長，咁樣咧喺教會邊個管理啊？教會唔係人嘅組織，唔係用人嘅制度嚟管理同埋帶領。喺教會中，神係帶領，佢看管同埋指示我哋點樣做。神亦都俾咗你本指南，就係聖經，使我哋知道佢嘅法則定例。神喺教會中設立唔同嘅人，佢哋有唔同嘅才幹同埋職分，大家分工合作去使教會成長。神設立一啲人專係傳福音，神俾佢哋恩賜，使佢哋懂得點樣同人建立關係，得到別人嘅信任，亦都能夠將福音講得清楚。神亦都使到一啲人管理各樣嘅事務，令到教會嘅財政、資源同埋用嘅地方都有條理同埋整齊。神又使一啲人專心留意人嘅需要，去關心、去周濟、去探訪。神亦會差派人去到唔同嘅地方傳福音，開展新嘅工作。有時一個人有多樣嘅才幹，有口才，而且人又好熱心，咁樣佢又可以傳福音，又可以牧養教導。喺教會中，個個都要起嚟學習侍奉，係唔分年紀、性別，亦都唔係靠學歷。教會就係神嘅家，人人都有份。我哋點樣稱呼帶領嘅人呢？叫牧師，叫傳道。其實我哋係弟兄姊妹，所以叫哥哥姐姐就可以啦。而且我哋嘅職事唔係一個銜頭、階級、特權，更加唔係為咗薪酬。教會由年長、成熟、愛主嘅弟兄姊妹帶領，佢哋就係教會嘅長老，或者稱為監督同埋執事。呢啲唔係職銜同身份，呢啲係指導佢哋嘅成熟程度，同埋佢哋要做嘅事。真係寶貴，我哋每一個喺教會學習、成長同服侍。教會是神的家，我們以愛相結連，叫一聲哥哥，叫一聲姐姐，多親切。Hello 弟弟，Hello 妹妹，多可愛。教會是神的家，我們同心來服侍，你傳福音，我來牧養照顧，同作主工。